翻嚟繼續係新聞時間。你好啊，今日會同大家介紹邊一位大人啊？交俾你講下。唔該晒嘉玲。今日我哋嘅體育達人欄目咧，我要帶大家去了解一項風靡全球嘅運動 roller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呢期嘅體育達人，我係冒住生命危險做㗎，因為呢一次係我第一次踩 roller，歡迎嚟到我哋呢一期嘅 roller 達人。啊，點解向後退㗎？我想向前行，佢點解會咁？輪滑運動喺2012年廣州亞運會已經正式成為競賽項目啦。輪滑分為速度輪滑、花樣輪滑、自由式輪滑等等。今日我哋要介紹嘅達人就係佢陳文志，第26屆全國速度輪滑錦標賽成年男子3公里接力賽第3名，同全國輪滑等級教練。Roller 容唔容易上手？你睇我就知啦。嗱，志哥，我咧就第一次踩 roller 啦，你可唔可以教下我點樣踩 roller 先？學 roller 嘅朋友，滑行之前一定要做好準備運動同埋戴好護具。滑行嘅時候咧，膝、腰、腳踭要保持彎曲嚟降低身體嘅重心。身體失去平衡嘅時候，要向下踎。志哥 roller 咁犀利，我又點會輕易放過佢咧？嗱，志哥 roller 就講到咁犀利啦，咁試下邊個快嚟 ？OK， 好，1、2、3，跑！其實 roller 嘅好處咧都唔少㗎。促進身體機能嘅，加上可以達到最基本嘅健身效果。對於小朋友可以促進小朋友嘅身體健康、體質、免疫功能，加上促進小朋友嘅腦部細胞發育。本台記者梁毅豪、蘇堅強報導。